另外来看新北市一间国中伫半栋内发生3届学生跳楼自杀的事件，国教行动联盟就指出讲，其实这当中呢是有70%的国中生有忧郁症，家己煞唔知，所以建议伫今年9月时阵，全国学生健康检查的时阵，应该要有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评估项目，而且结合着病院的资源来提供体检甲辅导。囡仔伤害家己行地路的比例，这几年来一直在升悬。卫福部统计，台湾15到24岁自杀死亡的人数，对2014年每10万人口5.1人，上升到2023年10.9人，这9年之间就增加2.14倍。第一个是病识感可能不足，第二个是求助的意愿，可能第一线就会先跟朋友说，可是这些人的支持的力量恐怕是有限，所以万一就在还没有被适当的支持接住，有时候是一些冲动或等等的，就发生遗憾。中学的辅导主任讲，有忧郁症型的学生普遍家己无感受到求助意愿无悬。目前有学校是让学生填卫福部简单的健康量表、心情温度计，若是有情形，就会进入第2级的评估。国教并是建议讲，应该伫今年9月全国学生健康检查，全面加入青少年身心健康评估量表。现在我们在做的，不管牙齿啊、眼睛啊这些基本的健康检查，它没有融合所谓一个评估量表，用亲善门诊的方式去做这个所谓的健康检查的一个量表去结合。国教并讲，国健署甲青少年医学保健学会这几年推动的青少年身心健康评估检核表，会当完整评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已经伫咧青少年亲善门诊来使用。就是评估真的可能有这个可能性才转，不管是导师或是学校辅导系统，其实这个等于是帮忙做一个比较更精准的评估啊，会比较好，不然那个门诊应该塞不下所有的人。中学的辅导主任认为讲，这毋是歹代志，不过大型的学校的执行配套也搁来讨论。也那重点，有关是爱登去学校系统的评估甲转介机制，落实3级预防。公司新闻综合报道。